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11月25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2篇，创世纪第6章第1节到第10节，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到第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3角分享的主题是信心的实践。信心到底是甚么货？可能每一个人拢会有家己的讲法，有家己的想法，家己一套的思想。但是信心到底是甚么货？伫圣经有家己一个真清楚、真明确的标准伫遐。根据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的经文，安尼甲咱讲，安尼信心是啥物呢？信心是对所毋望的事有把握，对未会看见的事的肯定。和合本的翻译是讲，信是对未见之事的切据。希伯来书甲雅各书拢非常强调信心的功课，特别是咧讲实践，并且明白指出信心必须爱付出行动的。咱看见伫雅各书第2章17节，雅各安尼讲：我的兄弟姊妹啊，如果有人讲伊有信心，却袂当用伊的行为证明出来，有甚么路用呢？信心会当救伊吗？另外，伫第17节安尼讲，相款，信心若无有行为，就是死的。老师过去伫加州服侍的时阵，捌因为礼拜所在爱租一间别人的信义会礼拜堂来聚会，也甲这个教会的牧者同工有更较深的关系，也捌受邀请协助教会敬拜俄罗团队的服侍，也参与这间教会的一寡事工。我的囡仔也拢伫这间别人教会参加聚会，并且参与伫服侍中间。亲像阮老大的某平，伊就是参与伫这个宣教团队，总共出去伫国外也是宣教6摆，也连续4冬去到厄瓜多尔。迄个宣教有拢总4摆吼。因为这个教会甲因所属的信义会非常注重信仰的实践。这个教派的主张也是讲，伊上重要迄个 slogan 写讲 God's works in our hands， 上帝的工作伫咱的手中啦吼，这是因所主张的吼。伫这个咱的手中，这个咱是指基督徒，所以每一间教会内底有这种社区的工作，特别是因去共揽这个慈善机构的这种实物的货柜。周报就会刊登叫做 Faith in Action， 就是信仰实践。然后因就开始解说迄一天倒一天什么时阵教会需要偌济人工作的内容是负责食物还是物资的这个包装，然后一包好了后就马上上货柜。这个叫做Faith in Action， 这个信心的行动、信仰的实践，伫这间教会
好哪亲像比任何教会其他的事工拢搁较重要。也会通讲，用要甲全教会大大细细，拢会动员去到伫教会来执行这项的任务啦吼。就根据希伯来书第11章来解说信心了后，伊搁讲上重要的是要安怎去实践做上帝所欢喜的代志。圣经讲，这个古早人会通来得到上帝的儿女，就是对伫因相信上帝。对伫信心，咱知宇宙是借着上帝的话所做的。安尼，迄个看会到的，是对迄个看袂到的做出来。直到伫迄个信心阿伯比该恩献搁较好的祭物互上帝，也借着信心赢着上帝的儿女，也被称做义人。因为上帝亲自欢喜接纳伊的礼物，虽然伊死啊。犹豫也正着这个信心讲话，讲着信心，伊若会通得到无死，伊就被提升到上帝遐去，无人会通找着伊，因为上帝接伊去啊。圣经讲，伊被提升以前，已经得到上帝的欢喜。人无有信心，就袂会得到上帝的欢喜。伊若是到伫上帝面头前的，拢必须爱信上帝的存在，并且信伊报赏找求伊的人。讲到伫信心，若阿伫犹未见着上帝的事的顶悬，听着上帝的警告，就做一只大船救伊甲伊的一家。安尼，伊定迄个世代的罪，家己也对上帝遐领受，因为信所得到的义。这些信仰的前辈，拢是用实际的信心行动来赢取上帝的儿女，就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迄好佮忠心的仆人，迄个领5000的尽心尽力，佮去趁5000。领2000的尽心尽力，搁去趁2000，才会仆人同款。真可惜的是，有一寡基督徒，毋是亲像有可能亲像安尼老底家教会基督徒，迄种无烧无冷。亲像死水安尼，互上帝感觉想要吐，甚至咱咧讲伫遐变成做一个寄生的生活来定，或者是讲完全违背上帝的旨意，亲像犹太教徒、以色列人遐个上帝的选民同款。创世纪第6章第1节到第6节记载，当人口开始增加，分布全世界，并且生养女的时阵，有个上帝的囝看见人类的女子美丽，就对家己所欢喜的来娶因做某。因为安尼，上主讲，人既然属肉体的，我的灵就无永远踮伫伊的内面，所以因的寿命袂超过120岁。迄个时阵，地上有大的人来出现，真大丛的，因是上帝的囝，甲人类的女子所传落来后代，因是古早的英雄甲名人。上帝看见人类各国邪恶，拢心怀歹念，就后悔家己伫地上创造人啊！大多数的人人类，拢对咧伫遐来受到污染，对这个世界去行，背离上帝的道路。
基督徒的生命必须爱对信心顶悬来展现，就好亲像拿阿全家一样，甲上帝有密切的交往，成做上帝眼中的好人。安尼才有法度活出真真正正上帝的形象。诗篇122篇，我真爱人招我讲，咱来去上主的殿。耶路撒冷啊，阮的脚已经踏入去伫你的门内。耶路撒冷去做一个城，规个城整齐肃配。这的支族就是上主的支族，拢照着以色列制定的规律，去你遐称赞上帝的名。因为伫遐有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别家的宝座。要为耶路撒冷求和平，愿听你的人拢享受安乐。愿你的城内有和平，愿你的宫内有安乐。为着我的亲人朋友，我要讲愿恁平安。为着上主咱的上帝的殿，我要为着恁来求福气。感谢上帝伫过去的一年中间保守看顾咱，也对面对未来的一年中间，恳求主帮助咱有够野的信心，也求主帮助咱愿意用生命来实践，展现咱的信心。恳求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